自2025年9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毋免惊因的面色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以西结书》第2章第10到第1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以西结书》第2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徛起来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伊讲话的时，上帝神进入我的内面，互我徛起来。我听见伊甲我讲：人子，我要派你去以色列人，就是背逆我的国民遐，因甲因的祖先背逆我，现在还伫背叛我。这个子民面皮厚心硬，我派你去因遐，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不管这个背逆的人要听还是毋听，因应该知有一个先知伫因中间。人子毋免惊因，嘛免因为因讲的话惊吓。虽然因为反抗看袂起你，互你亲像受草刺甲即个包围，搁亲像踮伫叶仔虫中间，你毋免惊因讲的话，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。不管因要听还是毋听，你着将我的话甲因讲，因为因是背逆的人。人子，着听我甲你讲的话，毋通甲遐个背逆的人相款背叛我。开你的喙，将我要互你的物食落去。看咧，我看见一只手伸过来我遮，手内有一根册卷。伊伫我的面前踢开迄根册卷，我看见册的上面拢有写字，内面写的是哀歌、吐气甲灾祸的话。毋免惊因的面色。上帝赋予以西结先知的使命，这个呼召并毋是轻省的差遣。上帝一开始就坦白甲以西结讲，伊要面对的是叛逆的人。叛逆伫希伯来的意涵是倔强硬颔棍的，形容固执家己的见解，毋愿顺服的人。上帝用刺皮和叶仔虫来形容这个人，暗示以西结将面对的是强烈、抵挡和危险。上帝并无粉饰这个使命的艰难，是予以西结清楚明白伊得要面对的处境。这显示上帝对伊仆人的尊重，也表明伊期待以西结用诚实的心志来回应这个呼召。上帝反复强调毋免惊，伫短短的一节经文中，毋免惊出现3遍。安尼的重复毋是话使济，反倒是要强调信息的重要性。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。即句话特别带近人性，显示上帝深知人伫面对敌意的时的自然反应。上帝呼召以西结，毋是爱伊甲困难看做无要紧，反倒是爱伊伫面对困难的情形下，还会当忠实传讲信息。上帝的重点不在伫事工的成败，是在伫受呼召者的忠诚。这种强调也反映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：上帝所看重的，毋是表面的成功，
是咱兼愿意顺服伊的带领。当咱愿意顺服的时，就算面对困难，也会当伫上帝的同在中找到快乐和平安。今仔日的信仰群体相款面临传讲真理的挑战。2025年，美国川普登基第2次美国总统任期，伫伊的就职典礼顶面，史无前例邀请5位神职人员为伊轮流祈祷，若像要照着安尼彰显伊是天选之子，就是咱咧讲的天公仔囝。总是当大多数教会领袖拢选择依附迎合伊的时阵，圣公会华府教区主教不得伫国家祈祷会展现先知性的勇气，伊表现大才，徛伫台仔顶讲，恳请总统对遐因为伊的政策伫感觉恐惧的人展现怜悯，用温和佮坚定的态度传递基督的信息。伫台仔骹的川普一家人流露出明显的不悦甲鄙视。礼拜结束后，川普佮公开批判这位主教的发言，导致伊随即遭受网络的谩骂甲死亡威胁。以西结的经历提醒咱，传讲真理自头就毋是一件轻松的任务。做事重要的毋是听众的反应，是咱是毋是忠实传达上帝的话语。当咱感觉惧怕的时，请会记得，上帝毋简单差遣咱，佮永远要甲咱同在。上帝了解咱的软弱，却犹原相信咱会当伫伊的同在中完成使命。咱爱确信上帝的同在，佮相信伊必然会带领咱完成伊所托付咱的使命。真正的勇气，毋是来自环境的顺遂，是来自对上帝的信靠。默想，当我需要为真理发声的时，我是毋是只有在意别人的反应，或者是搁较看重上帝的托付？当我需要为真理发声的时，我是毋是只有在意别人的反应，或者搁较看重上帝的托付？咱同齐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赐我勇气，互我伫传讲你话语的时，袂因为惧怕求退，帮助我伫逐样的处境中，拢会当持守真理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